張敬軒做咗10幾年嘅反骨仔二五仔，一句道歉，一句年少無知，就想翻嚟內地開演唱會。其他人接唔接受我唔知，但係作為廣東人，完全唔接受。原唔原諒？首先我哋要睇下張敬軒呢幾年究竟講過乜嘢，做過乜嘢，乜嘢係年少無知。2012年佢喺微博發文話香港係最後一片淨土，不要讓香港的告士打道、公主道、太子道變成解放路、人民路、和諧路。我真係頂你個肺啊！告士打道 Gloucester 邊個啊？英皇佢三叔公。公主道 Princess Margaret 英皇查理斯佢姨媽。太子道 Prince Edward英皇佢大伯公，就係儲咗個美國寡婦，連國王都唔做嗰個啊！愛美人不愛江山嗰個愛德華八世。你覺得解放路、人民路、和諧路唔夠挫，不如忠於原著啊，叫三叔公路啊、姨媽路啊、大伯公路啊，好冇？定係你想叫做蘭斯吉路啊？2014年佢除咗立場鮮明咁支持暴亂，仲出鏡拍攝演唱佔中歌曲《問誰未發聲》。呢條片呢個 MV 到依家仲掛喺黃秋生個 Facebook 嗰度。呢一年佢33歲，仲細，係一個未到400個月嘅 BB 啫。同一年佢公開支持黃之鋒，並表示想同佢握手。黃之鋒係邊個？大家都知道。黃之鋒依家坐緊監啊，執緊番梘啊，你要唔要去赤柱探下佢啊？呢一年佢31歲，仲細，仲係一個370幾個月嘅小朋友啫。到咗2015年，香港大學教授盧寵茂醫生俾港獨分子衝入辦公室襲擊倒地。佢模仿盧教授倒地個樣拍咗一個惡搞圖片。大佬，你知唔知嗰個俾黑暴分子打倒喺地上嗰個係邊個啊？盧寵茂醫生啊！肥姐當年 cancer 做手術，佢係主刀醫生。成個香港你去邊間醫院隨便問下，幾千個醫生行出嚟都要鞠躬叫老師嘅人。就算唔講佢係一個醫生，一個受人尊敬嘅醫學泰斗，首先佢係一個老人家吧。你讀培正小學嘅時候冇上過思想品德課嘅咩？冇人教過你尊師重道嘅咩？冇人教過你敬老嘅咩？2017年佢達到咗人生巔峰。人民日報發文：國家面前無偶像。中國國防部點名批評：任何想要分裂祖國的藝人都應該被拋棄。你知唔知？從嗰日開始，佢屋企嘅祖墳冒黑煙，從來冇停過。2023年，佢喺 social media 上面同羅冠聰互關。羅冠聰係邊個？港獨頭領、黑暴先鋒，依家嘅身份係通緝犯，匿埋喺美國幫特朗普舐緊鞋底啊！呢一年，佢42歲，佢都只不過係一個啱啱滿500個月嘅小朋友啫。到咗2026年，唔知邊個活佛凌波車幫佢灌頂，定係路過嘅道長點化咗佢？佢頓悟咗喎，發現咁多年嚟佢都錯咗啊！佢道歉啊！問題你道歉，你可唔可以講明你講嘅係邊件事道歉先？我真係唔明咯！你做咗咁多嘢，你講邊件先？40幾歲你同我講年少無知，你想表達乜嘢啊？以前我冇得揀，我依家想做個好人。如果咁樣，我哋都要接受。我哋嘅原諒係咪太廉價？係唔係壞孩子先有糖食啊？係咪想表達早革命不如遲革命，遲革命不如反革命啊？反正我哋廣東人對二五仔反骨仔零容忍。要原諒，問下我後面嘅關二哥原唔原諒咯。